乡亲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初6，旧历的2月13，礼拜5。新闻的头一条来看，澳洲有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捌来过台湾。伊是澳洲的一个音乐家。2月28到3月初1，伫咱的国家音乐厅，甲咱的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来演出。当时的指挥甲乐团的团员，甲伊有接触的人21个，拢爱做居家隔离14天。因为安尼，所以国家交响乐团这个月3场的演出，拢已经来取消。后个月要到澳洲巡回表演，恐惊嘛受到影响。早起一透早，国家音乐厅是宣布关馆转院来做消毒。国家音乐厅关门消毒，每一个所在拢免去待遇，因为有一名确诊的澳洲籍音乐家，对2月2日开始一直到3月7日，期间拢伫国家音乐厅活动，对记者会、音乐会、演奏会到观众的野位，拢有伊的行踪。有21名接触者必须要居家隔离。昨天第一时间确定之后，指挥中心初步是判断说他可能是境外感染。他在排练、参与演出、记者会。在国家音乐厅里面属于密切接触者那么来依指挥中心的指示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必要的防疫的措施。这位音乐家是受到国家交响乐团的邀请来台合作演出。演出表演的时阵，独奏音乐家甲指挥之间的距离大约伫1公尺近距离接触。以交响乐团的乐器配置来看，这位澳洲籍的中提琴家，那就伫指挥的正前面，甲小提琴家佮有单孔甲气部，嘛有可能有近距离的接触。我们会在确保安全无虞的情况底下，才会停止这个工作。3月7号之前是音乐厅是全部停业。根据国家交响乐团表示，目前掌握着音乐家演出的2场音乐会，2月28到3月7日，加起来大约930人次入场。一名东港在场音乐家嘛，伫演出当中就伫面册透露，澳洲音乐家有出现家嫂的状况。武汉肺炎疫情延烧到国家级的艺文中心，国家交响乐团3月份的3场演出确定取消，4月份的澳洲巡演恐惊是无法度演出。馆内宣传的海报，也阁有一声一声的加油，嘛希望会当传送到每一位团员的心中。